今日係賽事嘅最後一日，只係得半日行程，238公里。晏晝咧去到雄安新區嘅楓林莊園就可以收車啦。想起當年第一屆港京拉力賽收車儀式就喺天安門前面，嗰個場面真係激動啊！要知道呢個係中國第一場真正意義嘅拉力賽。喺呢40幾年以來，港京拉力賽嘅每一段賽道都見證住我哋國家嘅變化。汽車工業從乜都冇到而家係世界第一嘅新能源汽車生產國，高速公路由0公里起到而家係總里程最長嘅。我哋真心希望呢份敢闖敢跑嘅港京拉力賽精神能夠一直延續落去。比賽完成，等我再訪問阿劉水生先。我記得好似係85年就係第一屆港京拉力賽，去到97年之後呢，就好似話賽例改咗，同埋好多原因咧就冇搞到啦。15年搞過一次，23年就搞過嗰個就喺珠海賽事嚟嘅。係啊，全程由香港直接開到北京。雖然呢次去到北京邊皮啫，啱啱去到邊皮，去到大興機場，咁都叫做由香港真係揸架車去到北京，叫做複製翻以前嗰個歷史嘅輝煌喎。係啊，好正喎。係啊，呢次都算叫做成功㗎啦。係啊，因為好多路段啊，已經全部同以前港京咧完全改咗。我睇翻啲舊片，哇！以前嘅路根本同而家都冇得揮啦。而家你上翻條爛路做呢個，係啊，啲跨域路咧，嗰啲泥路咧，佢已經係冇晒㗎啦。只有嗰啲自己嗰啲賽車場啊，自己做出嚟啊嗰啲咯。咪得華家班一個，華家班有都係瀝青路，全部都係水泥路咯。係啊，不過真係多謝你，你帶我去玩翻，下次有機會再玩，玩得更加開心嚇。好，咁等我哋帶大家回顧一下2025港京拉力賽嘅賽事花絮。